活到100歲先知道，用一個豬心嚟燉湯，作用竟然咁犀利㗎！經常晚上瞓唔着，日頭唔肯起床嘅，易驚醒、心煩躁，一定要學識呢個酸酒人豬心湯啦！嚟，一齊嚟睇下我係點樣整㗎！呢個係一個古老嘅方法嚟㗎。俗話講，一晚瞓唔好啊，10日都補唔返啊！如果經常係咁，鐵塔都頂唔住㗎。而家嘅天氣啊，忽冷忽熱，晚上咧2、3點鐘啊，仲喺度彈彈跳跳，搞搞豬仲唔好添。嗱，今日呢個湯記得收藏好佢啦。嚟，今日嘅主角咧，只要有2個，一個咧係豬心，一個係酸酒人。呢個酸酒人咧對搞搞豬係非常之好嘅。首先咧，第一步將個豬心清洗乾淨，然後咧將個豬心中間呢度咧將佢切開一下，呢兩邊界一界。嗱，然之後咧將豬心入邊嘅呢個血水將佢洗一洗。洗乾淨入邊啲血水咧，先至唔會腥嘅，咁樣啊先至乾淨衛生嘅。首先放入豬心、酸酒人、乾百合、巴旦木、雲苓、玉竹、鐵筋山藥、桂圓肉，有條件嘅加入適量嘅清水，扣蓋煮佢40分鐘就可以飲得噶啦。嚟，時間到，睇下煲靚湯先。哇，好香啊！呢個啊就係廣東濃湯嘅味道啦，真係正。嚟。睇下啲料先，哇！你睇下個豬心煲到出晒味啦，超級正啊！哇，正啊！你睇下啲料幾足，哇！咁多嘅材料一齊煲湯啊！呢啖湯你諗下，真係夠勁抽啊！耶！你睇下，隨便一撈啊，全部都係料嚟嘅，正啊！好，而家咧將個豬心撈出嚟先，將佢切一切，好熱啊！等陣間先，好，開工，將佢切一切。朋友們，我將自己終身受益嘅養生食療小妙招，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，可唔可以辛苦大家幫手點個免費嘅小紅心，鼓勵同支持一下，萬分感謝啊！哇！你睇下幾正，嚟再將佢放返入煲入邊，扣蓋咧再煲佢10分鐘就搞掂噶啦。哇！你睇下啲料幾足啊，咁樣煲出嚟嘅湯咧先至夠濃噶，幾正啊！如果啊你都想煲咁靚嘅湯啊，驚自己去搭配比較麻煩嘅，我呢度咧有提前搭配好嘅一整包湯料啊！入邊咧係呢種細包嘅，樣樣都同你提前搭配好噶啦，簡單又方便。我將佢放咗喺視頻嘅左下角啦，有需要嘅可以拍一單翻去試一試。我老豆啊同我老媽子呢排啊瞓得特別香，多虧呢啖湯咋，覺得實用先至分享俾大家。如果有需要嘅，一定要去試一試啦。超級正啊！